這我沒听說抑鬱症還要傳染的呀。我就担心，冬眠那孩子生下来没有爸爸该怎么办？那我觉得冬眠挺开心的呀。啊，我觉得他不管爱情的方式和结果到底是什么，只要是开心快乐，只要是幸福，我觉得就够了。有什么不开心，有什么话，就跟我说。你不怕我把你给传染抑郁了？那我就陪着你一块儿抑郁。这不成俩病人了？俩病人能怎么着啊？啊？今天可是为了庆祝我兒子來到這個世界上，你還別掃興啊！聽見沒？別掃興。唉，看來我很快就要當大姨媽了。大姨媽有什麼牛的？還有二姨媽呢！衰落的情景快要出現了。媽媽，停！你這句媽媽喊的那個感覺都不對。這句媽媽一定要喊的既有深情，又帶着指責。看我，媽媽。哎。能不能認真點？行，停，該我了啊！那個不朽的物質力量之父撒旦，生怕你們重新獲得生命，立刻就對你們就像對環石和流水一樣，不斷地進行着原子的碘化，於是你們就有無休止地在變形。整個宇宙裡，除了精神，沒有一樣是固定的、不變的。雷閃閃同學，你在這鬼哭狼嚎的，你搞得我一點肉感覺都沒了。這部話劇叫《海鷗》，我要給你配點聲效。閉嘴！叫的簡直就像是人叫床似的，我給你嘴夾起來。